有一个邮差邮务士去告邮局，讲伊自控年进前的奖金拢无算入去薪水内底，影响到伊的退休金。法院一审、二审拢判中华邮政败诉，要补9万3的退休金给伊，嘛袂当阁上诉。不过交通部说讲，因人事总处的看法和法院的认定无同。今仔要阁开会讨论，引起共会不满，要求行政院莫做歹模范，带头挑战司法。绩效奖金1列平均工资，政府欠钱不要欠过年。工会团体来到行政院大门抗议，就是因为中华邮政一位邮务士王耀庆，提到公司2005年到2019年之间，无甲绩效奖金等列入薪资来算提半落退。法院一审、二审拢判中华邮政败诉，要补8.3万的退休金给王耀庆，而且袂使阁上诉。但是主管机关交通部部长王国在所表示，人事总处的解释令和法院的认定无同，要伫2月初1开会讨论，引起工会团体不满。判例已经那么明确了，而且也不得再上诉了。我是觉得说，行政院也是算我们那个最大的老板，他应该要赶快来处理。我是觉得建议是说，今天就要给劳工一个明确的答案。人事总处事实上有一些解释令，是当时对于国营的这些公司有谈到说这部分是不纳入的。所以我想，基本上现在交通部的相关单位都是按照这样不把绩效奖金或可考核奖金放进去。出面消停的桃园市产业总工会强调，根据法官的认定，无论是绩效奖金还是夜点费等等，拢是劳工付出劳务得到的，应该爱列入薪资。工会团体要求未来也要全面列入薪资，避免类似的劳资争议继续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中国石油以前也有这个有关夜点费，也是透过上百个我们这个石油的劳工去做诉讼，最后才认定这个夜点费应该要算为工资。那今天的争议又来了这个绩效奖金的部分也非常的明确。那我们真的不希望我们国家的司法资源是政府这样子拿来浪费、拿来滥用的最后，行政院接过工会团体的陈情书，但是并无做相关的回应，而且这届的劳资官司关系真侪国营事业的劳工权益引起关注。工会团体呼吁政府莫做歹模范，带头挑战司法判决。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